讲到最近防疫期间行到倒位，拢爱留联络资料。行政院的政府委员陈宏今早起就公布一套简讯的实名系统，只要用手机扫点击 QR code 发简讯，伫5秒钟内就会当完成实名制登记。超商外口广告，民众扫 QR code， 就应将点击号码用简讯回传到一名关制署的1922专线，互民众免惊会留到告知。也应用一关九的来点实联制操作。19日行政院会开线，政务委员陈宏就伫记者会公布这全国通用的简讯实联制，强调5秒钟就会当完成。这个系统呢，比起现有的实联制的系统，那大概有几个特点：一个是简讯完全免费，那一个不用加入会员，它不需要特殊的设备，民众不会在店家留下个资，而且阳春的手机呢也可以使用。行政院表示，点击政府机关、交通运输拢会当用，从头开始代替高铁就会使用，也强调简讯是传送予系统业者，28天就会汰掉，点击也未留资料。全国防疫是真紧张，立法院的立委也开始伫办公室装视讯会议的系统。那去年是有尝试过，立法院有尝试过用线上的会议，那就是没有牵扯到表决。那因为大家也都觉得说非常时间，大家尽量让议事和谐，因为现在真的是减少移动，这个是必要的哈。那也让中南部的立委可以不用上来开会。周春美表示，透过这系统，会当直接伫线顶签名、登记发言等等。立法院的委员也会看到岛民用透明的房仔隔开位。目前立法院也咧规划，礼拜5伫议会结束了后，会做专议议会视讯会议的测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